讲到这花莲光复烂土上界严重的所在是伫咧佛祖街后壁段，目前统计这80户呢，有40户已经变好势。不过说落来，这佛祖街居民要安怎登记安置？这徛起敢会当带人，变做是一个问题。是要登记，或者是迁村，大家想法拢无共。军警合约引导登记区，还有军中卡车开入佛祖街。花莲光复乡大水第14日，佛祖街作为清理最后一段路，统计89户、40户清理完成，被列为清理重点的所在。这边太满了，因为都淹到1层楼高啊！这边你看，光一间房间我们都清了5天了，正常一间我们都1天就可以清5、6间。不过，民间力量豆豆退出，要求居民安置，甲登记机制也出现问题。目前由相关建筑工会协助客客安全鉴定，评估受灾处大可能。怎么讲？还是那句话，祖宗的啦，地呀、所以再怎样，我们还是继续住这个地，因为我们的地啊，要传后代的。安全的问题就看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些。感觉上这个好像是可以去做改善的，还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啊。那如果这边评估是没办法住的话，那当然就是也只能迁村。也是希望政府赶快有一个明确的方案。原地登记甲迁村真是两难，国土署强调，迁村评估会充分尊重居民的生活习惯甲社区连接。不过面对佛祖街后段土山墩甲真严重，目前是以道路主提升屋，也有失联者部分原来超吹原来屋，其他农地绿地也爱解决。佛祖街的后段原本是一整片茂盛的农田绿地，如今淤泥堆积，厚度高于1层楼高。中央指示先将边坡削斜，并且覆盖，避免出现倒塌状况。光复乡600万栋的土山6公亩墩地3个占地场，也有市区大细土堆，后续安怎土石安置，也避免被冲走造成二次伤害，接触中央地方的大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